囡仔兄囡仔姊，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，咱做伙入来看卖咧。我红嘴开天树顶了下。精彩，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小酒来去 ，follow me， 陪你看全世界里，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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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Thank you， 人就过来哔哩哔哩哔哩哔。广告的开始 ，Are you ready？ 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去哇！足神奇的，这是太空船呢！东家阿姨你好，我是乐乐，欢迎来到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阁有囡仔兄囡仔姊，甲咱做伙听故事哦。嗨，大家好！东家阿姨，阮想要请你甲阮分享，阮家有一个游乐园的故事。我家己嘛真喜欢这个故事哦。恁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！好，故事开始咯。我喜欢写故事，嘛喜欢替我家己写的故事画图。阮家有一个游乐园，就是写我家己细汉时阵的故事。东家阿姨，恁家的游乐园有摩天轮无？无呢。咻咻咻的焚烧飞车咧，嘛无呢。恁家的游乐园足无聊的。毋过阮家有海贼船哦。海贼船，我喜欢海贼船。较早阮无电视、无电脑，当然嘛无网络。较早囡仔有足侪时间，所有好耍的所有游戏。拢爱家己想，家己耍。阮若是伫咧前庭，上接耍的就是搬戏咯。阮甲所有用会到的椅仔啦、茶棒啦、纸箱啊、竹篙、草球啊，拢总搬去前庭的中央。要耍海贼船找宝物，就爱先坐海贼船。若要去西部开垦探险咧，当然就爱坐马车咯。若无咧，嘛有可能坐铁甲车，还是伫碉堡开始世界大战。原来是咧耍办公会啊！哦，海贼船，我是虎克船长。我感觉阮的办公会有够好耍，而且因为是伫厝内耍办公会只要是迄时的电视咧示行啥物，阮就耍啥物。阮家有一个足严格的规定，是妈妈规定的。简单讲咧，就是细汉的爱听大汉的，大兄咧当然就是导演兼男主角，二兄就是男配角，我咧就是永远做小配角，阁爱兼足侪角色。海贼大兄、二兄出海去找宝物的时阵，我就爱做水手，伫船顶负责拼甲板。也是讲跳去小岛做原住民，还是做高山啊？嘿嘿，也足趣味的。安尼，东家阿姨，你上一般是啥物戏？当时咧，电视真流行美国西部开垦史，就是迄个美国的西部抢劫要甲印第安人相争，所以咧，阮就足爱伫咧前庭用草球啦、刀啦、椅铺做一个马车碉堡。过来，阮大兄当然就是神枪手第一男主角，阮二兄就是神枪手第二男主角，我就是印第安人。
后来你敢知影？印第安人出来的时阵哦，我就用布纸做衫，搁再用布包伫鞋仔面顶，假做印第安人。印第安人咧，举一支扫帚，出场的时阵吼，就爱先安尼，哪走哪画。恁敢嘛会晓学印第安人画休？大家拢真赞哦！恁看，册内底假做印第安人的，就是细汉的东家，倒边的是阮大兄，正边的是阮二兄。了后阿兄伫咧看到印第安人的时阵，就会蹦蹦蹦。了后我咧，印第安人就要配合蹦，倒伫涂骹假死，规个步爱死几落界呢。阮的办公会啊，就亲像真正咧搬戏共款，有够好耍的。想看觅咧，你若是印第安人，像细汉的东家共款，你会安怎做？导航，我会闪枪子啊！好，即马大家来甲我做伙，假做印第安人，好无？真正足趣味的。大摆到过年的时阵，放炮啊，一定都是阿兄上想要耍的。以前咧放炮啊，吼，其实无啥物禁忌哦，只要是有遵守妈妈规定的安全守则，柑仔店买到的，拢会当耍。较无彩的是，我迄阵吼是足无胆的，连去番仔火都唔敢。我拢是吼爱等阮阿兄甲烟火机点好倒，我才敢去摕马扎啊，轻轻啊甲举起来耍。等甲烟火伫要烧到上尾啊，我就行较紧甲等着，安尼定定吼去互笑。若阮阿兄因吼耍炮爱出头吼，就足济啊，尤其是大龙炮，威力有够强的，是因上爱耍的。大龙炮听起来足厉害的。其实大龙炮吼，就是甲规罐炮啊，一门一门拆互线。阿兄因吼，就会做即个线炮啊，发明足济无共款的耍法来放炮啊。一摆放一门，也是做连环炮，互伊大爆炸。有当时啊，佫会利用别项佚佗物啊，亲像鸭肉啦、弹弓啊啦、手机啦，来制造无共款的效果。我会记得，阮上接耍的，就是摕弹弓啊，甲弹弓啊挖一孔，甲炮啊放入去内底，了后炮啊心甲砍长，也是伫咧面顶，搁塔搁较济弹弓啊。尾仔大兄吼，就负责引火来放即门大炮，所有囡仔伴就赶紧四散走去密起来。有的密伫咧厝后，有的密伫咧树仔后，上重要的是耳孔啊也无捌。最后就是等炮啊大声嘣一下，弹弓啊就会飞到规世界。哦，敢是这？看我设计的龙眼炮！哇！唉，当然吼，有的时阵设计嘛会失败啦。我失败啊！东家阿姨，你拄则讲遮尔济好耍的，你上介意倒一个？我家己上介意的其实是米小炊，因为我是阮兜上细汉的，我定算啥物拢输人，比这嘛输，比迄嘛输，所以咧，若要算米小炊吼，我就会当安怎啊？米起来！对，因为我上细只，我上敖米啊，而且吼米甲大家定定拢找无我。恁想要算啥物咧？我想要做树灵车。好，你敢会晓用猪来做？我袂晓做，不过我想要做。安尼后摆有机会，咱才做伙来做树灵车。我若准备猪，你要准备啥物？树灵，树灵应该真简单。东家阿姨，你写过偌济本故事册啊？我想看觅咧吼，有阮兜有一个游乐园，阮兜有一个孤园，搁有阮兜去新厝，也搁有阮兜的好聊时间。
阮兜有一个花果菜园。哦，大家拢知影我写的册哦，你上喜意倒一本册？每一本拢真介意。毋过我上介意的，一般拢是我当咧画的迄本。啊？倒一本？是安怎？你上介意你当咧画迄本？因为咱若准备画一本册，就要专心专意下伫迄个故事，佮有画图顶悬。写每一本册拢要开足侪时间呢。所以咧，你若要问上介意的，我感觉这5本拢是我上爱的。东家阿姨的故事拢是写细汉时阵。对啊。啊，你是安怎会记你遐尼久以前的代志？因为以前真是足趣味的，逐工伫前庭对天光算到日头落山，所以有足侪故事通好写的。就算过40-50冬，我嘛还阁会记得。我知影，愈趣味的代志，就会互人记条条，变做宝贵的回忆。过足久拢袂放袂记得，就想要听搁较侪趣味的回忆故事哦。多谢东家阿姨今仔日来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后届还搁来找阮耍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影片看完啊，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？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，后摆才搁做伙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。拜拜。